大家好，我係曾立華牧師。我09年退休之後，我喺祈禱跑步裏邊，上帝俾我一個異象，我就係要 global 去侍奉。所以退休之後，我繼續喺不同嘅地方，東南亞、國內好多嘅神學院培訓中心繼續教學，培訓好多神職人員。我亦都喺家庭生活裏邊有豐盛嘅體驗。喺我年輕嘅時候睇咗本關於愛情嘅書，我最記得嘅就係 Choose your love and love your choice 呢句説話。因為人生好多變幻，兩個人嘅性格都有高高低低，都面對人生好多考驗。但係咧，你揀咗你所愛咧，你就要接納、寬容、包容、忍耐，呢啲都係愛嘅特質，先能夠做到 Choose your love and love your choice 呢個承諾嘅。Susan， 我知道我好少讚賞你，但係一直欣賞到你嘅才華，欣賞你對事業嘅嗰種向心力，你嗰種創意，所以咧令到我呢個本來沉悶嘅人咧，都改變咗好多。喺我宣講裏邊咧，都活潑，都有時代感，因為係由你所感染到我嘅。我相信我娶到你係我嘅幸福。我今年已經81歲啦，但我仍然無懼、無憾、無悔地繼續嘅到處宣講神嘅話語。嗱，人生咧，無論係過得幾平凡或者精彩，你都會好自然回望你嘅人生。我更加啦，舊年係我度過80歲。所以我感謝神俾我80年有一個相當健康精彩能夠侍奉。但係你同埋我都會喺快樂嘅時候有快樂，但係好多時候又會悲傷，又會痛苦，因為人生一定經過逆境。大家要知道，你經歷好多嘢係不能夠自己掌握，但係亦都構成你人生嘅低谷、高峰呢種嘅難忘嘅經驗。當你回顧起嚟嘅時候，你我心境有時唔開心，但係有時咧又好回味嗰啲相當快樂甜蜜嘅日子。錫下佢啦！我可以話我都幾無憾㗎。我好中意《恩典太美麗》呢首詩歌，但我最中意就係最尾嗰句說話：能侍奉你是我的尊貴。我能夠侍奉神咁多年，係我一生嘅尊貴。嗱，趁着你哋仲有40-50年嘅活着嘅時光，好好把握啦！以我今日一個老年人嘅囑咐，唔好浪費咗我今日所傳俾你哋嘅信息。你死嗰日唔係最重要嗰日，你活着嘅每一天先係你哋最重要嘅一天。好好珍惜每一天，忠於神嘅話語，活得有意義、有價值，直到見主面嗰日。阿門。